来看台中市北区一间卖广东梅的店家，昨是互民众翕到讲有鸟鼠啊，伫咧煮梅大鼎顶头，店员搁伫边仔切菜。早起这个店员本地特别开门做生意咯，也毋过后来又搁关门。台中市食安处是表示讲会派人去稽查。工作人员咧备料边仔煮糜大鼎，边仔摆一只鸟鼠长长尾搁咧喊，店员发现轻轻啊凳倒顶，鸟鼠直接跳入鼎内底，店员竟然是无代志继续料理。有民众查查报告台中市北区中华路一间卖广东糜店头买物件，翕到这画面镜甲铺网路，一直讲店员伤过特定，其他的民众感觉想要吐。附近的摊商也讲伤过喊过，暗过形成开放式空间，真歹有风。我应该会直接跑走啊。就不要在那里了，蛮恶心的。没有密闭式的嘛，这个像这种户外，它这样跑动根本没有办法预防啊。员工11早起照常开门准备营业，汤桶就放伫涂骹。面对食安做到这期，伊想要联络头家无成功，敢若表示平常时店面拢会清洁，毋捌看过鸟鼠，但是发生迄一天伊无上班，无清楚实际状况。我们都会做清洁什么的。对，因为我昨天人不在现场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将前往稽查，现场如果有不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的项目，将要求业者限期改善。复查若仍不合格，依法可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。其实伫档的边啊，业者就放了鸟鼠的笼仔甲联邦，这店员后来直接关门离开。台中市食安处表示，会马上派人检查，若查到无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项目，会要求业者限期改善。若个检查依然无合格，最少食安犯罚6万到2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